你頭髮都好長啊，我帶你去整一整，介紹俾你呢度。哎呀，啲門係人嘅。師傅，先生，請問係兩位？你有睇到第三位咩？我哋個靚仔你睇唔到啊！師傅，你攞錯公主。公主啊，先生，呢個係蘇果妹啊。先生，冇緊張，我新店。哦，OK，同我實刀整好就好。舌頭啊，我簽地門告啊。告點解？告錢。嚟，踢出去！哦，原来你勒索我。